什么事儿啊？啊？说呀。今年冬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多雨水。回去吧。我都醒了，你还在做梦？你要干嘛的？4条人命，我按说法一模一样。你这个心思多久了？你要等到什么结果？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记得我吗？商场门口。天哪！我不想走，你们别让我走！大哥，大哥！好像做了账，突然间一切都不真实了。